我哋呢個畫展咧個名咧係漫畫中人2026作品展，係港漫回憶點滴。成個籌備過程咧，由申請到場地之後咧，大約係半年左右啦。畫家我哋邀請咗最有名嘅咧，就係張萬友老師啦、何志文老師啦、馮志明老師啦，同埋包括黃毅啦，仲有一班資深嘅港漫從業員。其實都係公餘時間去陸陸續續搜集啦。每一次都係集中一個對象啦，約好咗對象之後咧，就聯絡對方啦，跟住咧就收集資料啦，齊佢嘅稿件啦，逐個處理咯，做完一個到另一個咁樣咯。如果我計我做漫畫啊，我應該係1982年入行啊，由少少嘅助理開始啊。反而我對彩色造藝咧，反而係有興趣啲嘅。所以咧，我喺港漫嗰個歷程咧，主要都係做彩色嗰部分嘅。其中一啲作品，例如就係超神2set啦、天下啦，都有同馬 Sir 合作過。其實我喺香港漫畫裏邊咧，做過嘅公司同埋合作過嘅主筆咧，就好多㗎啦。尤其是係因為香港漫畫個轉型啦，逐漸咧由固定嘅工作地方咧轉移到係以接外判為主啦，所以咧去到後期咧，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走趯全香港，去唔同嘅公司接唔同嘅工作做㗎啦。咁可唔可以講下你今次畫展嗰啲素材主要用咩材料去表達？以我自己學生嚟講咧，即係由我哋畫室嚟講咧，就主要都係用油畫嘅。其他參與嘅朋友咧，就五湖四海，咩種類都有㗎啦。包括有一啲好小眾嘅一啲所謂精描嘅科學植物繪畫咧都有嘅。可能喺香港呢個環境就係咁樣啦，各式各樣啦，千變萬化，咩種類都有咯。出年仲有冇興趣搞啊？其實我哋興趣就係有嘅，不過能力有限咯，可能要積聚翻啲能量先可以再搞一次咯。我估計咧又要等一段時間㗎啦。咁你想藉住呢個畫展係想推廣啲乜嘢？其中最主要梗係推廣我哋自己喜歡嘅繪畫藝術啦。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我自己本身啦，都想提翻我哋咁多年嚟香港漫畫嗰個歷程啦，同埋一啲幕後嘅人員啦。因為一路以嚟咧，佢哋多數都係俾人忽視噶嘛。藉呢個機會咧，都可以同大家講翻個香港漫畫嗰個製作啦。